这个丹东甲放出来进前，香港甲台湾的政府一直咧拼力。经交传出讲，咱的国安团队已经准备好3套的剧本，其中丹东甲一到台湾就甲抓起来，是上界基本的底线。这个陆委会昨暝过来开记者会，讲希望会当派人到香港，甲这个丹东甲押转来台湾，也毋过去由香港政府拒绝。香港政府讲，安尼是跨境执法，无尊重香港司法的管辖权，因无法度接受。陆委会佫甲回转去，讲拒绝合作，一切结果要由香港政府来承担。昨下晡到半暝，几点钟内，陆委会连续开2场记者会，要将丹东甲的难题带回香港政府。我们发函至今已经超过7小时，但是港方迄今没有具体回应。我们陆委会再次呼吁港府要负起责任。丹东甲出到陆委会把握时间，为派人到香港押解回台，到点名香港政府无回应，连出招。香港特区政府伫半暝12点发表声明。讲跨境执法无尊重香港司法管辖权，完全无得接受。区水正再强调讲，若是这个主嫌逃亡串证，香港政府都要负起完全的责任。我们要正告港府，一切的恶果都应由港府承担。双方攻防听讲，总统蔡英文国安幕僚准备3套的剧本，坚定司法互助原则。丹东甲只要到台湾就抓起来，这是上界基本的底线。没有回应。或者回应的不能让我们得到满意答复的话，那我们主动的会派出人去做个处理。我想这是大家讨论过以后，所以他可以来，但是要去到我们的临柜去申请签证嘛。所以我们并没有拒绝入境。所以为什么做这种解读呢？丹东甲的案件，台港双方为投案是自愿还是被逼，佮到各自主张有要求对方提供协助，拢无被回应。而这个案件已经唔是单纯的杀人案。